讲到这阵呢，本地是彰化新港这蒜头的采收期，却因为去年风台影响，加上年初的低温，这蒜头是袂负大，采收期慢要半个月。有的蒜头是变甲伤细粒，这市场销路真歹，农民干那会当送去做加工，补贴国工资。农民买开田土，原本应该会当采收的蒜头，有的却拢无够熟。彰化新港的蒜头一般拢是2月底3月初开始采收，但是受到去年底风台影响，加上顶一阵仔天气凉冷，互蒜头袂负大，就爱搁等半个月，蒜头才会当烤。受到迄风台甲大水的影响吼，生长会较慢啦，生产量嘛较少。为规区拢无人起啊，无就是迄个细仔机啊。农民表示，新港出产的红蒜头气味咸搁香，真侪在门路的人客早就注文啊。但是因为去年底风台落雨，蒜头浸着水，毋但产量减少2-3成，有的蒜头伤细粒、半头摆，农民只好送合作社加工做蒜仁。同款的蒜头，毋过伊气味嘛是好啊，伊种差伊的细粒。大细，人客较袂接受，用了加工费安尼。蒜头大概依照往年是大概25公顷到30公顷之间了。那因为受去年台风的影响，本来申报受灾的大概有14公顷的农民，收成的状况大概会减产大概2到3成左右。今年的蒜头因为产量减少，有小可起价，目前产地价少一袋斤大约70至90块。嘛因为蒜头量少价少好，就惊有贼头起歹心偷烤蒜头，在地警察局嘛来加强残酷的巡逻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